線上機同埋線下機差別到底係咪真係咁大呢？咁到底線下機值得入手定係線上機更加值得入手呢？嗱，今日一個視頻同大家講明白啊！嗱，呢一台大家兩台咧都係容聲呢個品牌嘅，都係500升嘅冰箱啦。咁樣呢一台佢個售價係2080蚊，咁樣呢一台係線下嘅就去到3680蚊。嗱，公道説話公道講，先睇睇2080蚊嘅料喺外觀上，基本上啊，如果你喺網上睇圖片係睇唔出有咩好大嘅區別嘅。但係咧實物嘅話咧，佢就用嘅係噴漆嘅面板啦，佢用嘅係更加高級嘅玻璃嘅面板，類似一個大理石咁樣嘅。咁喺內部一個結構嚟講咧，嗱，線上機咧佢就相對嚟講會齋雞啲，睇上去就即係你咁睇你冇咩感覺㗎。就啲料咧其實又冇話佢好差，但係總體嚟講會比線下機差少少嘅，但係佢個價錢真係平啊！嗱，總體嘅一個內部嘅結構，打開門。咁樣睇冇咩感覺，再睇咧台線下機你就會感覺好大啦，因為畢竟差成千幾蚊嘅價，佢應該係會俾多千幾蚊嘅料嘅。嗱，你無論係佢個功能配置啦，用個料摸上去或者睇上去都係明顯係有好大嘅差異嘅。中間係帶有一個呢一個叫做專門冰嗰啲水果之類啲咁嘅嘢㗎啦。咁喺下面方面咧，該有嘅配置除菌系統都係帶有嘅。咁樣線上機嚟到講咧，就會相對嚟講齋雞啲。真係會齋雞啲嘅。咁樣你話講到耐用性方面，其實講句好實在嘅話，撞手神真係撞手神嘅。你好彩嘅話，呢台用咗20年唔出奇，呢台用2年壞都唔出奇啊！但係咧，我個人感覺到睇上去個直觀感覺咧，就係佢係真係靚好多嘅真係唔係靚少少。所以你話我對於一個線上機同埋線下機嘅推薦嚟到講，都係根據翻大家嘅一個預算啦。因為畢竟2080蚊嘅貨。你話佢貴咩？佢唔貴喎，佢係抵呢個價喎，都係一級能效，都係容聲500升嘅冰箱。咁樣呢一台係3680，差咗足係1600蚊嘅差價，差唔多一台頂2台咁滯嘅啦。反正呢個世界咧，永遠都係一分錢一分貨嘅，你永遠冇可能攞住2000蚊嘅預算買到3000幾蚊嘅嘢，就咁簡單啦。其實你話兩台邊台好呢？兩台都好，只不過人哋2000蚊有2000蚊嘅好，佢3000幾蚊有3000幾蚊嘅好啫。反正質量方面，其實大家都係差唔多嘅啫，無非係睇上去個視覺效果啊、手感啊、質感啊，可能會線下機真係靚啲，就咁簡單啦。用起身其實大家都係撞手神，10年8年隨便玩嘅。呢期視頻咧就通俗易懂啲，介紹住咁多先啦，拜拜。